一段情，等到最后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，你会了解。谁知影已经是伤害，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，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阿伯，这张花送你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！人个母亲节是查某呢，阿伯是查甫呢，你送我这安尼哪对？对啦对啦，阮美芬吼送你花这是应该的啦。你比阿瑞啊吼，搁较先受用老母啦。阿伯，我感觉吼，你较疼妹妹，阿姆较疼来宝，你两个拢无公平啦。你较看推过啊，连囡仔拢看有啊。我看你对因来宝啊，都爱较亲一点啦。对啦，阿玉啊，阿达你也毋知啦，啊来宝啊，基本都知影啥？无啦，囡仔人有耳无喙啦。啊，你也毋是讲去领什么模范母亲的牌啊，还袂转来？你说毋知恁母仔囝无谢谢佚佗啊欢喜，哪有倒转来？玉啦，你的花哦，搁一蕊后壁好。好啊，这蕊互你。玉啦，今仔若无你哦，免有啥物模范母亲。啊，奇怪，你讲啥物啊？我来讲啊。啊，无啦，玉啦，多谢。母啊，母啊，今仔是母亲节呢，来，我这会送你，来，姐姐啦。啊，母啊，祝你母亲节快乐。推爷啊，你安尼遮尔友好吼，我是真欢喜了。阿母，这是我头一摆送花给你，祝母亲节快乐。咱爱情的好势，这条真好看。阿母，你足水的咧。对啊，你考试的成绩当先出来，明仔载也是后日就会出来啊，会当考第一名呗。应该无问题啦。我即摆知影，大科拢有100分，纯数学还佫有公语，我拢有看过，拢无问题啦。啊，你念着满分啊？嗯，是啊，足好诶。啊，你做班长都无问题啊。来，备好，休息。大家来，看全齐哦，哦，来，备好，好。阿母，你看，这个金牌放遮好势无？阿蕊啊，但我目睭都无看，你是要叫我看啥物呢？阿母，我煞袂记你目睭无看啊。我阿蕊啊，你拄仔是咧讲啥物金牌，还是啥物金牌哈？这就是来报因头吼，选我做模范母亲啦，啊，送我这块牌啊，做纪念品的啦。做模范母亲，啊，就会当收这个金牌哦。哇，安尼哦，住台北是会真好吼，甲咱这庄脚拢无同款了。阿母啊，即摆足晚，来去困啊。阿蕊啊，迄金牌都爱收好好了，你是毋通爱摔过蛋。陆队甲我讲台北哦，贼仔足济哦，爱较注意有听的无？吼。我知啦。来去困啊。哦，来，再聊。好啊。对个，阿母叫是讲吼，
我迄个模范母亲的牌啊，是咱拍我身边迄种金牌啊，一直讲叫我收好势，所以害我唔知要安讲。对啊，我看你今仔心情袂歹哦。迄嘛是因为来宝的关系啊。老师讲来宝的作文写得足好的，啊评审哦看我足感动的，我唔知会当算模范母亲。啊，伊写啥你敢有看过？无呢。无你写万赞下，啊啥人叫你甲来宝相输？输就较灵魂的啦。是讲吼，你穿迄套西装哦，真好看。想袂到哦，恁囝佫遐尔啊老读册吼。对啦，阿丽啊，你哦去甲我买属于着较俗的西装了啦。即阵哦是咱结婚穿的哦，我要留起来做纪念。好啦，讲正经的，来宝若考第一名，你有欢喜无？当然嘛欢喜啊，遐毋过哦，警察在穿西米都袂菜啦，毋知用笑笑的也袂啦。来宝，你听我讲，我毋是调工的啊，你骗我呀！来宝，来宝，你莫生气啦，我请你食冰啊。食冰？我有咧稀罕啊！来宝，你敢较紧要创啥？你走啦，我不爱吵你啦。啥物人啊？是啥物人？紧出去哦！阮家无物件，然后你偷摕。哎呀！你拍着我啦！有够疼的，你拍着我！来宝，哎呦，你哪会不爱出声啦？啊，等下呀，来宝，我讲一个。我啊，等你是安怎啦？哈，啊是啊免钱哦，啊默默一大堆。什么免钱诶？迄后车头这个卖衫的吼，哦，专门卖这个做便的西装啊。听讲无几工，然后厝趁几啊间咧。有影无才好趁。哦，无影。主任，你穿这身哦，配多好呢，安尼哦。足水的，足缘投的呢。后影，但我看来看去啊，还是阮那边较缘投啦。你也得去讲。刘弟啊，我甲你讲，对门仔才开始，你就给我穿这束西装去读鸭吧。有在说推哥哦。是，这边。丽文，啊你转来，啊来宝嘞？伊转去啊啦，莫插我啊。哎呦，啊你两个是又搁安那啦？一定搁冤家的啦。无啦，是我考第一名。啊？你考第一名？美文考第一名。你考第一名安尼好啊，安尼你就会当做班长啊嘛。有一个歹势吼，班长们我米粉做啊啦。啊来宝第几名？输我一分第二名。阿母，我莫做班长了，我莫做班长了。好啦，唔卖做就卖做，讲安尼讲到袂使咯，袂使你啦。对。戆囡仔你。我看，我还是等下看来宝一个，安尼较妥当。啊，实在有够实在有够好笑的啦。你有啦，真无简单呢，做班长都好啊。你啊，本来哦就比来宝较有本事哦。阿伯哦，写一个令鼓你食，甲你鼓励。我唔爱啦，我莫做班长啊！我要互来宝做班长，无伊大汉唔娶我啦。叫你查囝。阿母啊，你哪遐无说你啦？讲着来讲。哎呦，阿蕊啊，你先听我讲啦。我就是讲查啦，要入来偷着你的金牌了，所以我这乖啊爷爷一直不安尼不来不去，来不互我一个哭出来，我才知影讲，哎呦，咱去不着家己阿孙啦。啊，谈到要紧无好？哇，阿蕊啊，你有咧听我讲无？有啦，有啦。啊，你看来不有要紧无？有要紧无啦？我伫房间咧生气啊，啊，无爱互我入去。哎呦，安尼哦，绝对是足严重的啦！啊，要安怎？安尼要安怎就好啦？阿母，甲你无关系啦，莫烦恼啦。甲我无关系，你哪会安尼讲？来宝是我的孙哦，哪会讲甲我无关系啦？阿母，先去房间休困啦。等你食饭哦，我才叫你啦。好啦好啦，阿蕊啊，你千万都唔通生气哦。
会啦。阿强啊，嘿啊，阿瑞啊，你回来，你也来啊？这啦，好好好。阿瑞啊，阮这个戆查囝吼，讲一直回叫我吼，就爱带来找恁内婆啦。惊恁内婆以后大汉吼，无要带阮做某啦。害我为你一颗心人了当。心痛痛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。恁内婆咧？关伫房间生气，啊唔出啊，我互我入去啦。安尼哦，来，美芬啊，你入去叫内婆出来，啊唔通妈妈闹开呢，一定爱甲叫出来哦。好啦，好，紧来呢。来宝，我是美芬啊。你做啦，我无爱插你啦。班长互你做，你阁唔爱？无，你是要安怎啊？谁叫你考验我？第一名本来就是我的啊！我毋是调解的啊。你讲啥物拢无路用呢？人甲你教遐作文，你阁对我安尼，莫甲伊好啊。确实写的啦，莫互人知影写作文的代志啊。好啦，你班长要互我做，你家己去甲老师讲哦。好啦，大哥哥。啊，旁边下来，改对哈，剩下小的，好来，来，请我。好来。今仔生意来变遮好啊？虽然毋知影内部啊做迄落班长啊，啊校长哦，咧升旗的时阵，甲叫去台顶宣传啊，啊所以校一寡囡仔哦，拢嘛叫因老爸老母来遮买菜买水果，所以生意毋才好。啊你袂用去找校长者，叫伊若甲咱宣传一下啊？你足奇怪呢，我毋是啥物模范母亲呐，校长敢要插我？啊，等下来哈，那票再来了哈，等一下。阿客啊，内底坐啦，咱内底坐啊。我这鸭肉真好食咧。对啦，鸭肉专家咧。来底食面。来客啊。唔对，我惊生意袂歹咧，行，来啉一杯啊，来。啊，袂瘾啦。哇哟，啊你刘长今仔是安怎？煞毋知看你生意好，嘛考车啦。刘长诶，等你麻烦拜托一下，等我几时讲阮一摆生意遐尔好名，你就咧无欢喜，无得到明仔载吼，换你后生意会做好个哦，莫生气啦吼。无啦，哪有咧生气啦？咱趁钱好代志啊。我甲恁讲一个好消息吼，那阮来本校长讲吼，学校要办一个营养午餐啦，啊青菜啦、水果吼，要交互无推去看到呢，啊家长会全部拢通过啊呢。哎呦，推过你报事啊，趁大钱啊咧！哪有啦？啊，拢嘛帮阮囝教阮无福气，也无哦，我哪可以宰掉？这讲来讲去吼，拢是阮来报的功劳呢。假使哦，来报若无得到校长甲老师的听头，无推哪有法度趁到这条钱？人个哦，来买菜的家长，哦，拢少都学拢阮来报的呢。唔拿安尼，因老师讲吼，来报吼，伊写迄篇作文啊，叫做《我的母亲》哦，佮写甲足好诶。啊，所以吼，因老师讲要推荐因参加什么学校的作文比赛啦。吼，我是爱做民主诶。阿玉啊，当初吼听你的话讲，互来报来台北读册哦，是真对呢。来啊！等下我甲伊修理。啊，阮呢？等下，你创啥？袂见笑，考第2名，听佮加做班长哦。三明治，你参这烟啊，想要创啥？闪开啊！了后来无，我警告你哦，以后啊，袂使佮牵伊的手哦。阮两个牵手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喂，你莫讲你做班长，伫当甲伊欧米粉的，我嘛足介意的呢。你学白讲，袂见笑。来宝，你是班长，去加教师。来啊，好到你就来啊！莫讲哦，你是班长，我就唔敢甲你拍啦。我是班长啦，袂使甲你相拍啦。啊，你莫拍我。啊，无安尼好啊啦，我请你去食糖啊，好无？
食糖啊呢？来宝，因欺负我，你搁请伊食糖啊？哪会是安尼？胆小鬼！李文，李文，歹势吼，你糖啊还未请的呢。哦。媳妇啊，你转来啊？我毋是你媳妇啊！啊来宝嘞，啊你是又搁咧哭安怎啦？我大毋捌叫有来宝啊！来宝是胆小鬼啦！是安怎个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来宝啊，你哦实在够无路用呢。对啦，全台北市吼，你上高，你上勇啦。你啊，你若安尼讲啊？无要安怎讲，哪有老爸咧教囡仔去相拍的？我看哦，全世界干了你尔啦。全世界嘛干恁囝尔，无情甲人相拍着，就提前去甲人讲学，哼！莫怪美云啊看伊无起啦哈！你是查甫囝呢，毋是查某的呢。来宝啊，你安尼做无毋对，莫听恁爸娘我讲。来宝啊，过来，阿爸教你几招，面子伊讨倒转来，安尼才会算是查甫囝。你是肉色啦，无知识。你袂教你讲，我骂我无知识啊！你这，你有我，你是要创啥你？你讲迄落有啥物话？即摆是你毋对呢？对啦，当代志嘛我毋对，拢恁母仔囝上对啦。敢毋是？教囡仔去相拍，你是要看来宝人拍甲带性命吼？对啦，我无知识啦，我煞记袂记。你是一个模范母亲啦，你教的拢对啦。你若定要教恁囝提前甲人解决代志哦，有一天啦，会用拍甲比带性命更较凄惨的啦。囡仔是我的啦，我知影怎教啦，免伫遐拍即衰啦。好啦，算我家婆啦，随在你啦。害我为你一颗心人难当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情孤单，阮拜托你莫甲我吓惊好无？我即摆咧剁肉呢，万不你手指甲我剁断去的，阮阿叫我甲我赶出去呢。讲什么笑话啊？我当时甲你讲去啊。无啦，我牵推哥咧开讲讲算笑的啦。有当你即摆是咧吐什么大气啦？国车业主无法可治。嘿，你讲安尼哪会对啊？迄一个是模范母亲呢，另外一个是做班长呢。什么咧恶车业主？你是讲对啊？毋对咧？对啊，你唔知啦。嘿，班长，毋读册咧看漫画。阿母，是我感觉做啥物班长嘛无啥物好啊。只要我有钱，对同学较好一点的，伊就共款看会起我，拢会听我的话啊。干嘛呢？即摆迄个王文志，佫敢有找你麻烦？无啦，伊即摆甲我是好朋友，拢会听我的话哦。安尼就好啦。来，紧甲牛奶啉咧。我等一下较啉啊。阿母，互我300块。300块？阿母毋是透早拄啊互你尔，啊哪一个就开了了啊？无啦，我同学生日，我会送伊礼物啊。这个互你，这个互你。你在创啥？哦，在看漫画哦。关你什么关系啊？走啦，走啦！我有啥物就爱听你的话，臭三明治。喂，你敢搞嘛？好啦，你两个莫讲我声啦。哦，走啦。等下，因为啥物即马拢爱听你的话？因为我是班长啊。骗人！你一定买啥物物仔互因食？你是胆小鬼啊！夹三明治派，你较教因好，对无？哎呦！不，你遐创啥啊？阿伯，来宝也要欺负我，你我的头毛啊！你是要有人的头毛哈？你是无看过人倒一个小太老哟哈？等下哭哭装，你袂等下冻两下后你哦。拢是你啦，害我互人呢，以
人是欠伊哦哈。啊，你是凭啥物捡着煮面互你食哈？哦，啊，饲无前端呢，教大教细啊哈。好啦好啦，你是咧创啥啦？啊囡仔也无安那，你是甲骂啥物创啊咧？来啦，来宝啊，你把刀遐咯，我煮面互你食。唔食囡仔呢，唔食囡仔。哎安尼啦，啊，册包袂晓囥南桌仔顶，我这是生理场呢。册包内面哪遐多钱？来吧，我问你，你的册包内面是安怎有遐尼多钱？这钱是毋是人偷摕来？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掠人。是冤错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生，等到心落雪，也是甘愿为你戆戆西。怎样你是一个人两个梦，害阮为。心冷了冻，为你思念，心情冷。